大家好，我係林麗老師，我係現代紫微斗數之光明斗嘅始創人，一套融合傳統紫微斗數與現代智慧嘅命理新體系，形容為適合今天環境社會現代版嘅紫微斗數。光明斗係經過12年時間嚴謹態度而創立，喺今年將會大力推廣俾大眾認識。我創立光明斗係衷心希望香港人率先受惠，認識呢套啱呢個年代嘅命理分析。首場免費講座將於3月15日星期六下午2點半喺觀塘法住機構舉行，講座係現場同埋 Zoom 同步嘅，大家可以打法住.org 查詢同埋報名。首場免費講座嘅主題呢係從發掘天賦到洞悉使命，合適所有人士參與。講座嘅內容呢係特別設計俾唔熟悉紫微斗數嘅朋友，屬於新手入門嘅版本。想改命增運，不要錯過認識光明斗，快啲報名啦！